居住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对土耳其爱国党主席亲中国人士佩林切克提出刑事诉讼。维吾尔活动家、东突厥散理事会主席图姆托尔克先生和律师于25日将起诉状提交给伊斯坦布尔共和司法局。图姆托尔克在伊斯坦布尔总司法局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他表示，佩林切克和他的亲中国爱国党一直在土耳其做中共的宣传，并抹黑维吾尔活动人士和组织的合法活动。图姆托尔克先生指出，佩林切克最近在电视节目中诽谤维吾尔人。他说，佩林切克在2次节目中声称维吾尔人在叙利亚开枪土耳其士兵。他说，根据土耳其相关法律，佩林切克的行为已构成罪行。图姆托尔克先生还强调，东突厥散人自1949年以来一直遭受最严重的破坏和种族灭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下令启动正式审查程序，以确认中共政府破坏维吾尔人是否构成种族灭绝罪。报道引述数名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消息指，蓬佩奥指示领导国务院全球刑事司法办公室的无任所大使莫尔斯坦负责审查工作。美国国会议员和人权组织多年以来一直就东突厥散问题向政府施压。川普政府也以多次制裁与维吾尔人遭监禁、强迫劳动等有关的中共官员、官方机构和企业。专家认为，如果特朗普在离任前做出种族灭绝的定性，这无疑会给已高度紧张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但是，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在做决定后会做什么样，同样甚至更为重要。10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说，中国正在东突厥散对维吾尔穆斯林实施接近于种族灭绝的犯罪。绑架前同伙的4名中国人在伊斯坦布尔被捕。据土耳其媒体报道，12月24日下午，一名中国人在伊斯坦布尔希舍里离开一律师事务所时被3个中国人绑架。土耳其警方立即展开调查，对位于阿瓦希拉尔的一住所进行搜查，并逮捕4名犯罪嫌疑人。警方发现$19,750的债券。犯罪嫌疑人声称他们与被绑架者有债务关系。被绑架者则说他们是他的前贸易伙伴。他说他以前曾与绑架者一起从事口罩贸易，而且由于公司告诉他只与他合作，引起合伙的不满。警方采取行动后，4名前绑架者被告上法庭。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周五发布公告称，第一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2次排除清单将于2020年12月25日到期。按程序决定对商品延长排除期限，即自2020年12月26日至2021年12月25日，继续不加征为反制美措施所加征的关税。美国和中国在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达成共识后，中国宣布于2019年12月对美国进口的6种化学品和石油产品免征关税。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任期的最后阶段加大对中国的打击力度时，新总统乔拜登也表示，他不会立即取消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关税。